之前有网前去到新北市10分老街铁骑路顶头放天灯去互民众检举，落被罚1万块。铁路局表示讲，这铁路法第57条有规定，过路人含车禁止入侵铁骑路的范围，尤其若准伫咧宾客铁骑路顶头放天灯或者是翕相，上悬会当罚5万块。 来到新北市10分老街，唔但会当日记咧看到怀旧铁骑路，也会当放天灯。这个就是风景区未少国内外旅客前往，也毋过爱注意啊。那你放天灯的地点是徛伫铁骑路顶，无说离，唔但是触发，也可能互开发。就是他的店家叫我们叫这里就 OK， 我们就是跟着他说。但是我也感觉如果进去，可能也会有一点危险。真的、可是那个店家不都叫你？ 他都把你带到那边放更安全的地方放，应该定一个区域出来放，而不是在铁轨上面放。顶日就有路旅游频道的网青去10分老街的铁骑路放电厅翕影片，事后所方检举，防以违反铁路法开发新台票1万。网青事后发布回失的影片，承认做无好示范，已经深刻反省，呼吁大家若放天灯爱说离放的地点，唔通触发。 可是我从头到尾不是我们主动要去站在那边，因为如果你有来放天灯，假日的时候你就知道，全部都是人。他叫你在这边写，他叫你去那边付钱，完了他叫你站在哪里，而且速度的时间非常快。 影片曝光，唔但引起网友讨论。新北市府表示，即会当伫许可区域放天灯，违反规定会当处3000块以下罚金。铁道局表示，铁路法第57条明定，行人甲车辆禁止侵入铁路路线范围，尤其伫边溪顶铁骑路放天灯，也是翕相已经违反铁路法。有关立地法定员工，也是其他特殊需求，可能建议修正铁路法条文部分。铁道局甲交通部建议中，开放的范围也是时段也爱铁路机构建立相关安全配套。 兼顾行车安全甲地方观光需求。之前也是有来罚过了，一般的话都罚店家比较好啊。那对我们一般店家的话会更好啊，大家就比较安心了啊。所以怎样子让它兼具2个用途？刚好透过这个议题可以去做这一步的处理了。过去也有外国游客到新北边溪耍，煞亲像因为翕相侵入铁骑路，唔那互代替列车弄掉，也个因为违反铁路法方采取。 安全变观光，也会当兼顾铁路行车安全相关单位，恐也着爱讨论研议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